漢字設計是依靠團隊的力量進行分工合作來完成的。具體有5道工藝流程。铅筆稿，通過線條來定位一個字的框架，再加入作者的創意去勾描筆形輪廓。第2道工藝流程是劃線，這一步只畫直線，通過固定鴨嘴筆的間距來控制線的粗細。第3步的工藝流程是勾描，這一步是完成曲線的輪廓。曲線輪廓勾描完成了以後，就是填墨。用毛筆填滿空心，整個過程需要注意墨色的均勻。最後1道工藝流程描白，用白色颜料将瑕疵描掉，筆形最終變得準確統一。這5步工藝流程費時費力，工作者們平均每人每天只能完成大約4個字，但辭海的編纂任務將近2萬個字。在工作量如此龐大的情況下，他們最終還是在2年時間內完成了宋衣黑衣的整套設計。